同款嘛是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这是台北市市长郭文泰最近和媒体集团董事长蔡衍明两个人的当讲是田无高水无流。即马台北市政管团局局长简义案，伊发表消息，伊讲过去郭文泰和蔡衍明两个人上少见面超过9届，针对这件代志，郭文泰有上新的回应。 那等于燕说，你跟蔡衍明的会面只有第一次是他奉命带你去的，那他质疑你后面9次跟蔡衍明见面的必要性是什么？其实我后来想一想，我回去真的回去整理一下，后来发现大概为了4次的双城论坛，大概前后后加起来应该有10次了，很多都为了双城论坛的，因为包括主论坛，还有第2天回程啊，所以有一次双城论坛就吃完就吃2次了，4次加起来就。 还有那个时候会前会先问他一下意见，加一加，为了双城大概我想都10遍路了。但他质疑你跟国台办的管道是什么？还要问你说你的两岸一家亲还有两岸命运共同体是谁要你？